國際大事件，國際大事件。第一，昂山素季被軟禁。第二，經濟危機，伊朗、中國與亞洲糧食安全。第三，2026高雄同志運動會，中國大陸選手全數被拒入境。第四，穿 Prada 的惡魔二陷種族。我哋住喺這個大世界上，好多時都好難想象呢啲事件同自己有乜關係。但事實上，世界發生嘢會影響到我哋嘅生活。來睇下幾個案例，到底係咪同我哋息息相關？記得 comment 同 like、share 俾你朋友 ，subscribe 訂閱頻道，follow 有乜料。小廖二人每日為你篩選最新最貼地嘅資訊，下次見。